好，老师今天带来的是面线哦，不过老师的做法我还很好奇耶，因为一般面线我们就是说哦，低卡米耍嘛哈，生日的时候我们台湾人的习俗就是要吃这个长面线嘛，但老师今天的面线比较特别，是用煎的。对，我用煎的，让它有一点酥脆，吃起来脆脆香香的，对呀啊，外酥内软这样。对，它再增加用麻油香气。再用个九层塔煎蛋的特色，把它复合在一起，两个味道蛮 match 的。OK 好。等一下再尝尝看。我们现在水滚，我们先把面线加下去，大概烫个2分钟，稍微给它拌一下。一定是要熟了再来煎，不能因为说我反正等一下要煎，所以我半生不熟的，不可以。也可以半生不熟的，因为半生不熟的话，等一下吃起来口感怕没有烫透，中间会硬硬的。哦。那你烫的差不多，像现在这样浮起来就差不多，我们就先关火，因为等一下吃起来会比较 Q 啊。可是烫过头，吃起来又老脆脆。对，其实面线哈的那个煮法哈，各家出的面线的这个品质不一样啊，所以最好是参照它背后的说明啊，它几分几秒你就按照它的去做哈，会比较保险。这个这个要先拌一点黑麻油下去，增加它的香气。我远远看没戴眼镜，我以为是酱油哎，会比较香啊。面线跟黑麻油也很 match 啊。这是改良的吃法，只要不要粘在一起就好。接着我们就把，好，接着我们再把油锅放一点黑麻油下去。哇，老师，这敢袂伤补？不会啦，这个天过来听得懂吗？会不会太补啊？感觉好像人家那个坐月子的时候，脖子热，搞不好这一道也可以坐月子来吃哈。可以啊。所以我们就把面线稍微把它拨开，再让它有一个圆形的形状。啊，老师说补一点好了。补一点，这个天要补一点。油多会比较酥啊。老师，像我不太能够吃那么多的这个麻油的话，我就会很燥热嘛。我能不能用别的，像苦茶油啊？苦茶油也可以，茶油也可以。因为我觉得苦茶油跟面线好像也蛮搭的。也蛮搭的，对。因为今天我也是想说，我们客家人都有吃九层塔煎蛋的习惯，就会把它拿来煎煎看，吃起来还蛮对味的。对呀，我觉得很不错呢，这样子好像在不一样的蛋饼的感觉哈。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，反过来就好了。这也是很好用的东西。今天又学到一招了。平常我们会去拿盘子，但是盘子因为没有一个可以抓的着力点哦，我觉得反而很危险。老师这招很好用。对，这刚好我看到有可以用的东西就可以用。你们在餐厅也是这样吗？对，没有啊，直接通常是直接翻嘛。就是直接这样子啦。直接有时候客人很帅气的就把它翻过来。对对。虽然现在有一点结痂，我们就先把它倒起来。这就当我们的盘子。老师真的好可爱哦，非常的随性哈。接着我们就把刚刚的九层塔蛋，加入盐巴少许。就好像我们在煎那个九层塔炒蛋一样啊。对。然后把它。不用再油了吗？要。还是要油。还是要一点油。这可以用我们一般的沙拉油。不然真的是太补了。好。那接着我们就把这个蛋倒下来。全部都一起倒。对，让它稍微有一点，跟我们的面线差不多一样的大小，把它
2个给它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对，就这样。哇，好特别！我觉得早餐这样子吃也很棒哎，不一定每天要吃面包。我本来还在苦恼，我早餐好像现在比较偷懒，都做就是买那个面包啦。以前还很勤劳，还会自己做面包。现在年纪越大就越懒了，就买外面的，人家做的比我们好吃哦，然后又不用那么辛苦这边发面啊什么。但我觉得今天老师这个面线的做法也不错哦。那压起来很扎实，表示就已经熟了，我们就可以先关火，再拿砧板来切。哦，还要切就对了。对，不然这样一大块我们没有办法吃。好，现在熟了，我们就先把面线倒出来，我们就把它跟切披萨一样，一开包就好。台式披萨，面线披萨，可以听到脆脆的声音，刷刷，很棒。我家正好有种很棒的九层塔哈，我可以来做这个。切8块，我们就把它拍到盘子上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真的很开心哦，阿强老师带来很新颖的这个面线跟9层塔做一个结合。